想買未補地價嘅居屋，合乎資格有3種：第一，交回公屋申請綠表；第二，白居二；第三，公務員綠表。一般都係交回公屋同白居二為主流，兩種買賣流程表面相似，但其實有幾個重點一定要分清楚，唔清楚隨時會影響交易。首先係入場資格，綠表買家一般申請準買證就可以買啦，但白居二買家就要先參加抽籤。如果成功抽中，完成資格審查，先會獲發批准信，之後再憑批准信領取準買證。綠表同白居二嘅準買證有效期都係1年。第二步流程大致都相同嘅，包括睇樓、睇中單位之後簽臨時買賣合約，再申請提名信。不過白居二買家要特別留意，唔係所有未補地價單位都可以買。例如未過指定銷售限期、綠置居單位，現時一般只可以轉讓俾合資格嘅綠表人士，白居二買家未必可以承接。第三步就係成交，之後就要留意後續限制。綠表買家本身住緊公屋，成交後通常要2個月期限內交還原有公屋單位；而白居二買家雖然唔需要交還公屋，但買入之後亦有轉讓限制，24個月之後先可以出售。所以買未補地價居屋唔係淨係睇價錢，仲要睇清楚自己需要、資格、單位類型、轉讓限制同成交時間表。買得穩陣，住得安心先最重要。歡迎即刻聯絡我哋金匯地產專業同事查詢更多詳情。